加码杆烘出香气，互人看了是嘴软擦擦的。啊，还有山东大饼是淳朴的眷村好滋味，酥酥脆脆的蒜蓉鸡嘛是年节贺礼之一。旧历过年特别来到台南新华年会大街出现菜卖人条，是要买那个。过年要用的啊，还有是想要吃的东西。带小朋友来参观一下，对，然后看过年，就是过年的时候有卖一些什么东西，然后让小朋友认识一下说过年节庆的东西这样。现场总共有150间美食以及年会摊商参与，结合金每年的意象，还有多元丰富的表演内容，连市场处人气吉祥物菜市仔，更是头摆以10公尺充气红鸭造型。看大家见面，它很可爱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它有推出像徽章还是贴纸，所有的玩偶的周边商品这样子。活动从1路持续到15号，期间只要伫咧年会大街消费，加入成为台南购物节会员，并甲菜市仔、夜市仔兄弟拍卡翕相，会当领小礼物，并推出多项活动好康，包括着年会大街限定抽奖，包含这个中间包含什么电动机车、电动自行车，还有5星级住宿的这个住宿券哈，这个好礼相当的丰富。那我们统计到2月10号为止哈，我们台南购物节已经累积消费金额已经到达了65亿。2026新化年货大街今年已经是第15届了哈，那已经是非常有历史有传承，又看热闹也好看门道也好，一定要来到我们新化年货大街。新化年会大街已经成为台南迎接旧历新年的重要代表性活动。唔那成功带动地方商机甲观光人潮，嘛互市民伫熟悉的街区感受年节氛围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